12月21日清晨，天色仲未完全光亮，上水新運路近掃管埔路單車徑突然傳出轟一聲巨響，原來係一條直徑400毫米嘅食水供水管爆裂，瞬間大量黃泥水湧出，水勢洶湧，幾分鐘之內已經淹浸咗成條路，路面水深一度達到15厘米，單車徑即時變成小河道，泥水翻滾，行人同車輛都要避走。呢個突如其來嘅事故，唔單止令交通受阻，更直接影響咗上水同粉嶺一帶嘅食水供應。由於爆裂位置係主要供水管線，水務署需要即時山製搶修，結果導致大範圍停水。事件發生後，天平村、安盛苑、美景新村、石湖新村等屋苑居民突然發現水龍頭冇水流出，唔少人仲以為係自己屋企水管壞咗。後來聽到街坊講，先知原來係大規模停水。天平商場、榮福中心、聯和墟街市亦受到影響，食肆無法煮食，咖啡店冇水煮咖啡，街市檔口清洗唔到食材，生意大受打擊。有候任立法會議員估計，受影響戶數大約有6000戶，仲包括唔少商戶。換言之，成個北區嘅日常生活都被打亂。最令人感到無奈嘅係，事件偏偏發生喺冬至。冬至係華人傳統重要節日，家家戶戶都會煲湯、煮餃子、拜祖先、團圓食飯。但係今次停水，令好多家庭陷入尷尬局面。有街坊拎住水桶、湯煲去臨時水箱排隊取水，場面好似打仗咁。有老人家話：冬至冇水，點煲湯祭祖，語氣充滿無奈。有食肆老闆直言，蒸爐冇水入，咖啡機冇水煮，唯有停業。居民一邊排隊，一邊怨聲載道，但同時又互相幫忙。有啲人幫隔籬屋企老人家拎水，有啲人自發通知街坊臨時水車位置。雖然困難重重，但亦見到社區互助精神。水務署接報後，立即派員到場，閂水掣並展開搶修。由於管道爆裂位置複雜，需要封閉掃管埔路單車徑，方便工程進行。署方同時喺天平村、粉嶺榮福中心等地設置臨時水箱同水車，供居民取水。到上午10時左右，部分地區開始恢復供水，但水壓仍然偏低，俗稱水弱。水務署表示會盡快完成維修，並向市民致歉，呼籲大家耐心等候。事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，因為冬至停水唔單止係生活不便，更觸動咗文化情感。冬至本來係象徵團圓、溫暖嘅日子，但因為基建事故，居民要拎水桶排隊，令節日氣氛大打折扣。有評論指出，呢次事故反映咗香港公共基建嘅脆弱性，食水管道老化、維修不足，一旦出事，就會影響成千上萬人。亦有人認為政府應該加強基建巡查，避免喺重要節日出現咁嘅尷尬情況。冬至停水表面上係一宗基建事故，但深層次睇，佢揭示咗公共設施同日常生活嘅緊密連結。水係最基本嘅生活資源，冇水就冇煮食、冇清潔、冇祭祖。當水源突然消失，居民即刻感受到現代城市生活嘅脆弱。同時，冬至係傳統節日，象徵家庭團圓。今次事故令好多家庭無法如常煮食，某程度上打斷咗團圓嘅儀式。呢種文化落差令事件更具象徵性，基建同文化交錯，凸顯咗城市生活中看似穩定，實則脆弱嘅一面。有街坊接受訪問時話：冬至冇水，真係好唔方便，但見到大家一齊排隊拎水，又覺得有啲團結感。亦有人話，政府要檢討，唔好等到大節日先發現問題。有小朋友仲笑言：今日冬至唔係食湯圓，而係拎水源。呢啲心聲既有怨氣，亦有幽默，反映咗香港人面對困境時嘅彈性同自嘲。上水新運路食水管爆裂，令冬至停水，影響上水、粉嶺成千上萬居民。事件不單止係一宗基建事故，更係一個文化符號，提醒大家
公共設施同生活息息相關，基建安全唔可以掉以輕心。居民雖然受苦，但亦展現咗互助精神，喺困境中保持團結。呢次事故將會成為北區居民記憶中一個特別嘅冬至故事——冬至停水記。佢既係一段生活困境嘅回憶，亦係一個公共基建警示，提醒社會要更加重視基建維護，確保市民生活安穩。